係㗎，我哋嘅政府真係好有錢㗎，由08年開始，每一年都派幾千蚊俾澳門市民用，而且金額係咁加。今年永久居民繼續袋9000，非永久居民都有5400。但花無百日紅，近期賭收情況告急，4月更加跌穿200億嘅關口，連財爺都開聲咁話。如果我哋今年即係2015年整個預算，佢嘅盈餘係同過往係少咗嘅話，咁呢個金額嗰個嘅調整嘅可能性係存在嘅。咁如果出年真係冇現金分享嘅話，各位街坊又點睇呢？唔派都 OK， 我自己覺得。其實唔係咁重要嗰個9000蚊，都可以嘅。佢有冇咯，係咁噶啦嘛。賭收跌咗啦，咁但係似乎啲物價冇乜點跌過喎，咁我諗對一般小市民嚟講，生活壓力好大嘅，咁所以呢筆錢對佢嚟講真係好重要嘅。咁所以如果佢係想唔派嘅話咧，一定要做一個好詳細嘅諮詢啦，或者甚至乎令市民有個足夠嘅準備，或者甚至乎有啲乜嘢替代咧。如果真係慳翻呢筆錢，你覺得政府應該加大邊方面嘅投入？喺啲老人啊、教育嗰邊咯。起居屋咯，即係嗰啲經濟房屋。我覺得擺喺教育或者一啲社會嘅資源。咁其中一個可以諗下嘅咧，就特別係我諗頭先講針對中低下階層咧，有冇一啲嘅譬如兒童嘅發展基金啊？咁可能佢都會想像第時都未必有錢供個小朋友升學都有啲壓力嘅。咁會唔會幫一啲比較低下階層嘅小朋友咧，做啲嘅儲錢計劃咧？咁就可以用嚟升學啊，或者嚟做其他啲嘅同佢成長有關嘅嘢。其實政府因應財政收入，檢討現金分享無可厚非，但現金分享唔係萬金油。如果民生問題得唔到解決，無論派幾多，市民都唔會收貨。